吉于利安吗？对对对。好，吉于利安。翻译的话，水莲，水蛭水蛭，我咪嘎拉拜多这边，哇哇，干嘛哦，这个是水鳗。对。早期他们是不外乎有几项，第一项就是要找肥沃的土地，第二个不外乎是被外族的人欺压，第三个是要去找打猎的一个好地方，第四个就是哺乳的地方。大致是4个条件，所以他们从这里搬到那一边，再搬到那一边。其实他们搬的地方呢，哪些呢？它的旧的地方是水莲的地方，吉于利安水莲这是古代的称法。然后过去听说是漂流，华人有华人的讲法在吉于利安那边的总漂法，那个奇兰阿善的也有奇兰阿善的说法，然后台东马兰那个地方也有马兰的，好像我所知道有3个地方，恒春好像边边而已，我所听到，所以有3个地方是这样讲了大致上是从哪里呢？从兰屿的地方然后经过绿岛，应该是绿岛在上面还是下面，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有这个关系，最后就跑到猴子山，知道猴子山在哪里吗？医生到东岸，好，你记得到猴子山，然后又搬到哪里？转移到奇兰阿山，就是丰滨的奇兰阿山，也就是富岩跟丰滨的中间的山那个地方了。因为我以前为了要找女朋友从那边翻山越岭，才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奇兰阿山这样，所以就最后呢，从奇兰阿山又到哪里？又回到水莲的地方，可能那个地方都是那个芦苇的样子，没有砍草的地方，也没有开垦的地方，只好就回到水莲有好的地方。为什么讲好的地方呢？他古代的，尤其是李乃旺校长，他有讲过很多的故事，我大致都忘了。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还有人是说从那个阿拉巴奈经过猴子山，然后再到吉于利安，这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最后分布在哪里呢？在马兰，在池上，还有东河、长滨、宜湾，还有玉里，还有沙漏，光复的沙漏大致上分布到这么多的地方。据我所知道，他们每次这样搬来搬去，我刚刚讲那4个地方，就是找肥沃的地方，然后是被外族侵略了才跑然后老人家要找那个打猎的地方狩猎的地方再来就是捕鱼的地方。就因为这4个原因，据我所知，他们很想再回到原来他们所挖的那些水池那个地方若吉于利山那一批的人说曼罕达产过阿鲁曼奈，他说这样好了吉于利安罕达那我喊呢，ila pinanuman ng random hao chiwili itira santa chiwili an sampo Roma， 这是一个说法。然后从这个有余力当中呢，他们就称最后的称
那一批的人啊，就说吉维利安、汉达、古尼安、哈迪拉过沙巴印尼诺马古杜拉、吉维利安，我不知道台东的说法，这是我在花莲所听到的说法。哈迪拉，阿美族的语比较多，是这样的，不是他们不言语。我有点疑问哦，卡列万可能麻烦，这个我们小时说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话我们听不懂的，也很纯你完全听不到他们讲到阿弥陀佛。可是萨克拉雅难道没有自己的话吗？有。怎么都没有听到呢？在电视里面，那李佳玉的老婆讲出来，我们都听得懂，90%都是阿弥陀佛。我也问过李江丽啊，被同化了。那个陈振雄的老婆，对呀，是谁呀？你那是哪里同化？阿弥这边同化吗？那是阿弥同化的吗？陈振雄被同化，他不讲阿美语了。对，我知道。陈振雄是谁？主秘，原民局的主秘啊。对啊，好，应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话才对啊。有。那因为我跟那时候比较呢，那时候的时代是刚好跟改良万是一起受到迫害嘛，对不对？应该他们被同化的深度应该跟这个萨克勒一样才对啊。对。那为什么卡列万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可是萨克拉雅就没有。那是萨克勒就是阿弥这边的人嘛，然后自己就变一下。以前很早可能是分开的，可能我阿弥是你的老婆，萨克拉雅，我吃完了。可能是这样。多。也有这样的原因。就跟我们南斯阿美跟我们这边的语言不太一样的道理嘛。对，然后这个也带去。如果南斯阿美说我们不是阿美族，我可能也会分开了，因为我们都话不太一样啊，你说的。萨克拉大概就是情景，萨克拉可能也是阿美这一边的。要忙伊拉呀，阿美这边，要忙伊拉就是要放假。陈永在，他们是什么这样？他讲他的有，但是他大部分在教会都是用那个中部修兰阿美。陈永在。可是你教写的时候，应该为什么不用他们的呢？为什么你这里的老师讲话我们都听得懂？我就不知道了。那这个区别其实头不一样啊。对了，不是，那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对，那个我比较好奇哦。就如果在日本人来对阿美族做那个对原住民做分类的之前啊，那阿美族人呢，彼此之间会用一个，比如说我们都是同一群人吗？会用这个一个词汇去定义，就是说，讲这个语言的话都是同一个族群的人，在日据时代以前会这样子吗？照理讲是应该会，后来这个有4个5个名字的，他们来了以后他们一听那边是恒春，那边是马兰的，北部。没有，那个都是日本后来才出。我说之前，如果应该是，不然怎么会有阿美，会有板扎？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词汇？就是说，在人家还没有说你是什么族之前，我们是怎么对自己命名的？我比较好奇，就是说，老师你知不知道？就是说，还没有被大家做一个文献上面的归类之前，我们是怎么？比如说泰巴朗光复的。泰巴朗跟马泰为什么他不会说我跟他是同一个？我上次不是有讲吗？有我去达波罗来阿当让带情人带的人，这个叫做阿美，现在同一批的同一批的人。以前一出门就是要带，里面槟榔，那个干干，还有槟榔叶。女孩子的话，那个镜子、小镜子，还有
就这样啊，还有所以以前红豆有这样哦，烟斗这一类的吧。哦，所以一出门就是有，一出门就有，啊，后来的人慢慢改，有了瑞穗哈，富岩那里，义岩哈，不管是喜事也好，丧事也好，他一定都带。那个义岩陈英妹，哦，县义岩，花莲的县义岩，他一定要带，哦，不过他的带法哈，喜事从右之左，丧事从左之右。单身汉单肩，如果说是结了婚的话，把带子绑起来，缩短了嘛，哦，已经死会了，不要靠近。哦，那个好会哦，人家的眼睛就亮。这是以前这样传统，不晓得萨瓦利的那个因素、来因啊原因从。会不会是？所以以前如果照这样的逻辑的话，沙奇莱雅以前是不会背情人带的，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吧？我没有看过，我的那个里面资料里面说沙奇莱雅族有带，我是没有看过的。哦，没有看过那种的文献，所以有没有我就不，因为他们是平埔族的关系。阿美族知道吗？以前讲九族，其实不止了，不止了，超过了。对，好，那我们下次再讨论。OK。